来了。对啊，司马老师你好。你好，又再见了。妈，这个礼物送来了。这个就是我外婆那个手镯融下来最后一点，你做的什么呀？你定制的一款，看一下。哇，这个是3弦的弦码吧？太漂亮了！哇，这个东西很重啊。这边还刻了一个字“刘”。哇，太漂亮了！我真的想快点装上去弹一弹。在整个苏州评弹400多年的历史上，除了我们的评弹老祖王周氏老先生去北京紫禁城给乾隆皇帝演出的时候带了一个金马，除此之外，其他演员还没有用过金马。哇，真的太帅了！这个真的是神器在手啊，太漂亮了！我这把100多年的3弦配一个金马，老黄金融下来做的金马。司马老师，我跟你说，你做的简直就是完美契合，我感觉很合适啊，非常好，还可以。它上面那个红的和绿的是什么？这是绿松，还有个红宝石，对，这是送给你的。这个我带出去我都不敢演出了，我怕下了台被人拿掉，会不会？没关系，到时候后期这里可以拴个小绳子固定一下。对，我估计人家可能也会觉得是玩具，对吧？他们不会觉得是真的。太漂亮，太漂亮！我现在弹一段，感受一下。一身上台为神罪，体内焦虑浓墨真。司马老师，你看你几乎是完美复刻了我这个竹马。对，这个先把这个体型啊，我给做出来的是一样的。我这个马已经100多年了。这个对，我这把3弦也是光绪年间时候。所以说我做的是100年前的复刻版。复刻版，但你做的比它要好看，因为你里面还有宝石。对，因为金跟玉嘛结合。大家看了这期视频，还有说我败家的吗？把我外婆那个老货融掉，但是做出来4件都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这个马，我觉得对我的作用最大，因为以后演出上央视我都可以带着，这就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比那个老手镯要好很多。这周马上带到外婆家，让外婆装上这个弦码唱一唱，那就更棒了。